为提升本乡学生语文能力，本乡于5月8日在秀林国小办理113年度语文竞赛。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骆燕玲、白思义代表、刘青龙代表、王沈刚族代表、黄福祥代表、夏义松代表、白秀娟代表以及本乡各国小校长皆一同到场关心竞赛学生。我希望代表秀林乡参加的选手，在这段时间要加把劲，我们去争取最高荣誉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拿到好的成绩，为我们秀林乡争光。本次语文竞赛项目共有国语演说、国语朗读、太鲁阁族语朗读、太鲁阁族语情境式演说、作文、写字、字音字形竞赛。经过激烈的竞争后，各项目第1名获奖名单分别如下：国语演说，同兰国小林北勋；国语朗读，和平国小陈阳宁；太鲁阁语朗读，和平国小杨景安；太鲁阁族语情境式演说，崇德国小林雨欣；作文，同兰国小宋章环旭；写字，同兰国小高金城；字音字形，西堡国小林以恩。以上荣获第1名殊荣的学生，将代表秀林乡参与花莲县语文竞赛。红玫瑰乡长期许，并祝福各参赛者都能够为自己的学校秀林乡争取荣誉。